Hello，歡迎收聽得得地僱傭中心特約大尖六合彩精準預測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尖啊。咁上次咧，我貼盡咗二獎啦。其實我都算係即係全網啊最勁嗰個六合彩預測師嚟噶啦，我諗都係即係經常啊都可以即係中到頭二獎啦，即係貼到。咁啊，雖然個號碼多啲，咁但係咧，即係我準程度係即係足夠啊，足夠地強啊。咁好，咁啊，上次咧就搞出嗰6個號碼啦，咁啊又係好典型嘅4+2嘅組合啦，即係4個係10期內嘅雙格期數，2個係10期外嘅。咁啊，上集咧都有同大家講，即係咩4+2啦，即係咩雙格期數啦，咁樣。咁咩係賭仔啦？咁啊，如果想知道即係賭仔河流啊、4+2啊呢啲咧，咁啊可以撈翻上集嚟睇啦。咁今集啊唔多講啦。咁咧就即係箭嘴方面嚇，咁我都冇喐過啲箭嘴啊，都係用翻上次啲箭嘴。咁你睇到啦，其實呢個箭嘴指到正啊。咁呢個咧就都係呢個賭仔啊嚇，咁啊稍微偏離咗少少。咁呢個箭嘴咧又指到正啦。就係咁啦，即係十分之準成啊！即係我大尖。咁呢度咧都容許我咧賣下小廣告。咁咧，我而家咧就有識啲朋友，咁就可以介紹下啲姐姐咁。如果咧對姐姐有需求咧，咁可以聯絡我大尖。咁大尖咧就免費送1年會籍俾大家。咁嗰個會籍咧係可以收睇到1500萬派彩以上嘅影片嘅。咁就好啦。咁我哋就嚟預測下102期啊，即係下期六合彩預測。咁咧就呢個即係繼續伸延落去啦，即係呢一個賭仔啊。咁我就標一標佢，咁啊繼續用綠色啦吓。咁呢邊亦都係啦，即係好明顯一個大賭啦呢個。咁啊又有機會咧同呢個即係新增出嚟呢一個去合體喎。咁所以咧就俾埋佢啦，連埋呢度都係啦，其實即係有機會合體啊。咁啊，尤其是呢一粒，即係啱啱卡窿掂唔到呢一粒，又喺特別號碼下邊，咁啊都好大機會啊。好啦，咁樣，咁咧至於呢邊，即係亦都冇辦法忽略啊呢個位，咁就睇下先，俾埋佢啦呢度。咁呢邊啊，亦都碌翻去啲大 number 啦，咁所以呢度亦都係需要嘅，即係繼續 keep 嘅呢個要。咁就可能再歪少少咁樣，大概咁樣啦。咁呢度咧就碌翻個綠色箭咗喺度，即係呢度隨時咧就會新增一啲賭仔出嚟嘅呢個位，咁樣啦。數下先，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23、24、25、30、32。咁啊呢度32個啊，又同上次一樣。咁啊，如果貼32個咧，咁其實咧嗰個機會率咧就係1/15嘅機會，即係中咗頭獎加二獎啊。咁我啊成日都中到二獎嘅，點解咧？即係中唔到頭獎啊？因為其實二獎係2個頭獎7分，即係7倍噶嘛，即係1/7嘅機會係先至中到頭獎，即係二獎係有6注，頭獎係1注嘅啫。咁所以如果係要中頭獎咧，咁呢個就唔係1/15咯，呢個係105/1咯。佢先7得7、7、5、3係啦，咁啊105/1咯，100次先有1次中到頭獎喎。咁大尖我咧，即係遠遠高於呢個機率啦，即係二獎亦都係。咁就即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個 channel 啦。咁就嚟緊都係變翻800萬。800萬，咁就即係大家中意玩下都可以玩下嘅，即係少住玩下咯，試下自己運氣咯。咁我都成日同大家講啊，即係運氣呢家嘢都係好過癮嘅。咁啊，即係我都唔介意，即係大家嚟參考我嘅，就係喺我嘅基礎上面作出修改嘅。我都好推崇係咁樣添，因為個人運氣係即係自己噶嘛。
即係而家呢個預測係建基於我嘅運勢啦，或者我嘅預測啦，我嘅睇法啦咁樣，咁啊再即係唔會話，我次次頭獎都俾我貼中啦，咁唔會噶嘛，我始終係有個機率喺裏邊，即係我揀即係一堆號碼，咁就即係冇可能期中咯，你都有個機率喺裏邊咯。咁我機率係高於即係好多人嘅，咁但係咧就冇可能期都中，期中嘅真係神仙啦嘛。咁就大家可以喺我嘅基礎上面作出修改啦，尤其是自己啲 lucky number，我覺得係好值得擺落去。係啊，我自己有啲自己嘅 lucky number 嘅，即係追開啦，或者咁講。好，咁就今次講咗咁多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咯。咁祝大家好運。